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5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先来看今日新闻重点。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干担任市政府任官期间接受酒店的性交态，检方依照贪污罪起诉，建议判当庭。中国航空母舰三东号目前正在驶往南海，这分析可能是要进行实弹操演，甲美国呛声。今日大影响，台湾各县市过道拢会落西北雨，后礼拜二天气才会较稳定，中南部要有防灾准备。新闻一开始，先来看行政院前发言人陈宗安，互人指控讲，伫咧担市政府任官期间，接受酒店的性交态收乌西钱。检方去年是定个调查，今日是依照违反贪污罪提起公诉，建议法院爱判当罪。陈姓被告于担任台南市政府新闻处长及民政局长期间，受领国家俸禄，本应洁身自爱，谨守公务员分际，竟未能与酒店业者保持距离，贪图性招待而收受不正利益，有害公务员廉洁自持之要求，亦严重破坏国家公务员清廉形象。检方有查出讲，陈宗干唔但有介入警察的调查案，佮有练官场的变更使用工程，佮接受酒店的性交态，甚至佮指名服务。伫咧调查期间，陈宗干佮是一概否认。检方今日是依照贪污罪起诉，建议法院爱判当罪。再来看国民党去年的总统大选政治献金案，检方昨是甲会计师段木正、甲木科公关公司的负责人李文官叫去问过，交交补。国民党嘛，搁再强调所有用钱拢有凭据。不过，民进党是搁再压出讲，国民党一场的造势就开475万，办公室食便当嘛爱食到96万，实在是无合理。这真是会计师的合理条件吗？段木正面对问题拢无讲话。检方则是暗时以被告的身份约谈会计师段木正、木科公司负责人李文官，透早入令段木正200万交保，李文官150万交保，而且拢限制出境出海爱挂电子监控设备。不过段木正密保无着，无在调交保改降做100万交保。这值得注意的是，检调约谈段木正助理陈维轩，木科公司会计何爱定了后，认为有重嫌。甲两个人对证人的身份转做被告，其中陈维轩信后无保请回，何爱婷是50万交保。郭文德表示，若是互约谈，这真正常，真欢喜政府的效率这么高。主席会不会担心被约谈？约谈也很正常，也没有什么。如果中华民国政府效率都这么高，我们是很乐见，还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这边这样，每一笔支出都有凭证嘛。也那支出的争议唔那一层。绿营这期郭文德竞选总统期间，伫台南一场的造势活动，费用就有475万，这并不合理。另外96万的餐费真济，也引发争议。民众党强调讲，是分别是110块甲960块两笔款项，和登记唔对做一笔。事实证明，就是一张960，一张110，然后呢，这2张在 key in 的时候被 key 成了960110。key in 的过程当中，就是出现了非常多的误报，也是让我们非常的傻眼。政治现金争议炭烧，苏当时做郭文德竞选总干事的黄珊珊负起政治责任，称是民众党中央委员。不过党内有声音要求黄珊珊辞掉不分区的立委。现在面对这个问题，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齐心协力解决问题，然后回应支持者的期待。郭文德是表示，搁爱内部讨论，混乱的时阵莫搁添乱，爱徛好在才会当解决代志，处分的代志就放到后壁才搁处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各地头天气拢真无稳定，气象署是表示，因为低压带影响，即马逐工过道拢会落西北雨，拍算会落到后礼拜二才会较停，而且中南部的雨会真大，加上最近又搁撞到大楼，这地势较低所在，都要有防灾准备。
台北市的云是真高，乌阴的天气，敢若随时拢会闪大雨。气象署表示，受到低压带影响，台湾各地天气拢真无稳定。下晡开始，各地拢有机会落大雨，而且落雨的时间拢真长。气象署提醒民众可能会落到暗时。今天到周六这段期间呢，其实刚刚提到午后雷阵雨，主要是中部以北各地山区可能会有大雨或者是豪雨，但是南台湾这边呢，中南部地区的降雨呢，因为是整个西南风带进来，它可能是一整天断断续续的，就会有些阵雨跟雷雨的现象，特别是在南台湾哦，可以看到比较偏台南以南这个地方，那下雨的局部大雨的情形也是有可能累积出来的。气象署表示，礼拜甲后礼拜二，中南部地区受到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雨势会比北部较大，嘛会有闪大雨的状况发生。大雨拄到年度大涝，气象署提醒南部地区的民众要注意饮水、积水的状况发生。19号开始到22号、23号左右，适逢年度大潮。那年度大潮这段期间呢，特别是在中南部地区这种持续不断的降雨，一波一波的进来的情况呢，可能要留意一下一些排水的情形，可能会有些积淹水的状况。亚热风台的部分，气象署表示，受到高温、水汽济影响，目前低压系统一直咧增强。气象署表示，伫日本东南海面上的安比风台，伫拜四早起8点一定转做中度风台，提醒要去日本佚佗的民众要特别注意风台的资讯。记者陈阿双、柯敏哲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中大安这公的灵骨塔，即马传出讲内底有一个细林的员工，甲本地万百塔位卖双倍3万啦，甲卖出去，甲记者来抽，检方是依照贪污罪甲起诉。点一支香拜拜，台中市大安区公立的灵骨塔逼出外国，有一个细林的定基金员，涉嫌甲78000块的塔柜起一杯介绍，以36000块卖出去，甲往生者家属诈骗趁侥幸钱，去互民众检举。警方单位甲检方介入调查，代志才曝空。即摆人诶，跟以前无共，即摆人你看讲老实，倒是个老实，拢无一个老实的。民众感慨社会风气败坏，台中市民政局表示，塔位的费用伫灵骨塔1楼的壁倒拢有搭介绍，网站嘛拢有写明。细林的定基金员声称讲，伊捌用一杯介绍卖2个塔位出去，落尾则搁用本地介绍来填写台中市市库的收入六款数，拢总偷摕36000块。前约雇人员呢，因为在受理民众申购塔位的时候，有福报价额，借机榨取财物，那端正正风。如果有同仁涉及不法，我们会秉持勿枉勿纵的原则，依法处理，绝不宽待。林姓被告制作不实之台中市市库收入缴款书等文件，涉犯贪污治罪条例，罪嫌明确。经检察官侦查终结，原向法院提起公诉。台中地检署14终结，甲细林的定基金员依照贪污治罪条例提起公诉，一审法院裁定3万块交保，限制自己。民政局是强调讲，细林的定基金员伫咧去年已经因为其他案件去互改聘啦，市府会全力配合司法调查。记者尤明峰、彭焕群台中报道。再来看成功大学工学院一个细地教授，向指控讲用学生去做人头领助理费。警方昨去抄伊的办公室，掠11个人来问过。落尾这教授是以80万交保。成功大学工学院14早起传出有检调去搜查，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位姓陈教授，互人指控利用研究计划，以学生做人头赚领助理费。没有注意到，可以，谢谢你帮忙，谢谢。他算是蛮资深，而且为人也是蛮正直的一个人这样子。大多数的学生拢唔知影这件代志。事实上，这个教授互人检举讲，伊利用研究计划，以学生做人头，加补助理费去行销。检方14早起摕宿舍票去抄研究室甲办公室等所在，约谈教授甲学生计共11个人。查考研究计划、申报助理费等相关资料，要厘清申报费用的方式、时间及金额。经讯问后，检察官预知郑姓被告交保新台币80万元，并限制出海出境，其余10名被告均请回。专案小组将持续侦办，以厘清案情。对此，成功大学发出书面的声明，因为案件侦查袂使公开，无法度讲详细。不过后续若是这位教授互法院判刑确定，会召开教师评议委员会依法甲处罚。记者文正贤台南报道。
屏东的垦丁有一间讲会当看海民宿，去互警察查到讲业者甲转做私人的招待所，用3温暖的设备咧烘大麻，现场佫查到超过200包的毒咖啡。影这大麻是对倒归来的，目前是搁爱调查。 警方接到线报，垦丁这间自称有无敌海景的民宿，有可能挂羊头袂狗肉，转做私人招待所了后，唔也接受民众预定来住，嘛是向东部甲民宿当作是烘大麻的犯罪场所。来，这上来看者，你嘛问者，我唔是恁的哦。警方伫民宿房间发现一间改造的手枪，还佫有真侪枪支。三温暖设备区即是发现烘炉当咧打扫烘制二级毒品大麻叶。 哦，小小啦吼，对，有啦吼。民宿业者背回所有指控，毋过原讲是承认。改造手枪1把，改造冲锋枪1把及子弹50颗等证物，且在民宿3温暖烘炉上查获正在干燥的第2级毒品大麻。警方人员嘛伫咧民宿业者的徛家查到真侪包的毒品、咖啡包等等的混合毒品。根据了解，民宿伫2022年了后，就无搁再对外来卖房间，是转做私人招待所，嘛无营业的执照。涉案人员嘛依照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等的罪嫌，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 伫咧新北树林，最近受民众甲规地大块玻璃直接等去粪扫车车顶，结果玻璃煞熊熊崩破，被害人险险就去互碎玻璃甲写着。环保局嘛呼吁民众，这玻璃是爱回收的，袂使直接等去粪扫车，违规上重会当罚到6000。暗时等粪扫的时间，一位穿红衫的查某人手提一大块玻璃，按算等到粪扫车。 玻璃接触到压缩机，又被弹到内底，当中“砰”一声，对民众的手头劈开，一声就脆糊糊。毋但伊弹玻璃，另外一个查某人是真细腻，甲清洁人员敲来敲去，才把玻璃放入去。队员其实他们当下没有去做一个阻止，这样的状况其实是不适当的。那我们后续的话会依照我们清洁队的工作规则来做一个处理。民众弹玻璃伫新北市树林，其实按照规定。 依照玻璃材质无同，处理有争差。不过，搁再安怎讲，一大块玻璃拢袂当直接交予粪扫车处理。当地环保局坦白讲，清洁人员无主动，颠倒搁协助收温，行为有疏失，会按照相关的规定处理。港部来加强教育训练。有大型的玻璃，把它敲碎啊，然后包起来，可以资源回收。如果是遇到大片的，我会把它放在那个就是一个地方，然后打电话给公所的人，然后请他来处理。拄到玻璃要回收，民众的做法有争差。新北环保局表示，干那强化玻璃爱卡好脆、包好势，才会当等粪扫车。其他材质的玻璃拢爱回收，若是体积上大，搁爱联络专车来回收。那常见的话，其实又带有危险性的，其实我们最常要宣导的就是像打火机、行动电源这些东西。那如果他执意要交付呢，或者直接就是把它丢进我们垃圾车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做一个告发处分。除了玻璃处理，大家不袂清楚，行动电源、赖达、毛人等唔对去，引起着火事故。提醒民众，只要唔听可控或袂拼，上当罚6000块。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汽机车的燃料税是当年的7月拢爱纳，不过台东县到打煞阁有3成的车主无交，原讲是因为无收到税单，网讲有收到纳税简讯，佮掠准是诈骗。这监理参是表示，这个月开始会佮寄简讯佮寄批通知，都要赶紧去纳税，才袂去人罚钱。燃料费你交啊未？无交的车主这个月会收到监理站的催缴简讯，按个车主讲无收到缴费的通知单，煞收到催缴的简讯，想讲是诈骗。看起来很像是那种诈骗的简讯，所以就是去问家人，结果发现家人都没有收到那种书面通知，然后我们就上去那个监理站的网站查询之后，才发现说31号之前就要缴那个缴费。台东监理站表示，台东县是高雄区监理所管辖的，每年5月开始会统一制作并寄燃料费的缴费单，也是电子缴费单给车主。不过到目前为止，台东县列管的76000多台汽车，加127000多台机车，也有3成左右的车主，像林小姐同款，车过期限还未缴费。青壮年大概都会到西部去工作，那家里面大概都是一些长辈啊，那长辈可能收到缴费通知单，那也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也有可能是民众有变更住居所，那没有到我们监理单位来申请变更。
监理站提醒也未到燃料费的车主，这个月会阁利用政府的111简讯平台发催缴简讯，卖阁寄催缴配件。车主若是阁唔交，会依照公路法逐个月罚钱，超过4个月就会移送行政执行署强制执行。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今日是公布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专案计划执行成果，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补助50万户，嘛宣布原本干那要做4年专案，会阁延长到2026年，明年开始要补助到75万户。这申请的流程嘛拄简单。伫寸土寸金的台北市，袂少厝买袂起的学生囡仔，也是上班族，拢会伫咧外口睡厝，按过正贵的租金，互人强要挡袂牢。为了减轻全台湾睡厝的人的负担，行政议会15定案通过300亿中央扩大租金补贴的专案计划。在这个户数的一个部分呢，我们就建议再扩大到75万户，这样透过这个年龄的一个下修，还有现在已经做到了这个民众呢随到随办，都让民众觉得非常的方便，就不用有太多的负担。就关于租房子的话，会申请啊，可是需要花时间而已。会有新办的专案补贴的计划，是因为申请的件数超过81万户，核定件数超过52万户，达成50万户的目标。未来会扩大到75万户，其中6都申请的状况占全国的8成，台中市申请占2成。排全台湾的冠军，申请的年纪是18至39岁，超过6成。若是已经成年的中华民国国民，有伫台湾设籍，厝内成员无自用自替，以及符合当地最低生活费的3倍。准讲 A 民众住伫台北市，嘛无其他的家庭成员，年所得是55万，家庭成员平均每人每个月的所得换算落来，就是45833块。台北市最低生活费的3倍，安尼就是57039块，这个民众就当申请租金补贴。房客也都知道，如果你没事前跟房东沟通，而贸然去申请的话，明年5月房东收到税单的时候，恐怕就会秋后算账，大概就会被房东加租或者是赶出去。民间团体认为，政府的租金补贴政策可望减轻租厝的人经济压力。虽然厝卡申请无需要经过厝主的许可，不过要安怎避免政策看会到却申请袂到，恐惊也需要其他的配套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中原拜拜猪肉需求增加，不过最近天气热，佮加上顶个月凯美风台影响，这猪肉价销嘛起甲真悬。云林县肉品市场就表示，恐惊要等到中秋过，这价销才会较稳定。这早猪肉摊商无因分装猪肉，佮过2-3天就是中元节，真侪民众拢会买猪肉拜拜需求。有云林的猪肉摊就讲，近期的买气增加3成，但因为猪肉价销较悬，民众拢是少量的买。买气有大幅增加。有啦，有较款，但是即摆算讲，有煮菜拢较贵哦，人咧买就拢较迄款的，较咸。算加减买悬。对，因为爱拜拜啊。有啦，拢加减拢爱买啦，真贵就影啦。猪肉价销悬，受影响的阁有小食摊，像是烤肉饭的店家，目前这个蛋暂时吸收成本，惊起客人客袂上门。成本就是多2块。那你们有打算要涨价？目前是没有，因为你如果涨价的话，就是客人就是比较不会买。云林肉品市场表示，近期中元节猪肉需求大，澳门每日平均交易2300只猪，如果16号会达到最高峰2800只左右，但拍卖价是维持原价，每公斤大约到16块左右。遇到凯米台风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些货都被抢光了，大家都没有货，所以会飙。上个礼拜已经飙到最高峰了，将近98、99块。云林肉品市场就讲，顶个月底，凯米风台造成中南部一寡市场淹水，直接影响到出猪量。现在若要等到猪价回稳，恐惊要等到中秋节过后，天气转凉，猪价成长紧，猪王补助后，才有降价空间。记者云林报道。那讲到台北中山上款，伫咧这几年是愈来愈闹热。不过前一阵仔就向检举讲，土地分区使用的规定，真侪拢是违法。时到恐甲这规排店面都来关起来。市政府是表示，会讨论用立管甲记点的方式来辅导，带条件，互店面会当继续经营。
这间藏伫台北市赤峰街巷仔2楼的北风社咖啡厅，因为土地分区的问题，面对需要得到楼卡住户的同意，若无就要搬走的困境。最近包含赤峰街、南西心、中山上款形成特色小店的聚落，但是因为真济是第4种主体区或者是上山地，近期足侪店家互检举，无符合餐饮、线卖等等的商业使用，爱临接8米以上道路的规定。店家他其实也处在这个违法的一个陷阱里面，只是他没有被检举到。那如果在这一次没有参与联署，那未来也没有办法进入到列管评点制的一个保护伞里面。他们各自就在这里，希望找到可以这样子去努力的一个地方。这个不是小事情哎，这是你的国民的素质在显现。黄东宏表示，除了互检举的74间店家，还有真侪店家唔知影可能牵连到违规，希望会当争取整体详细的计划检讨，赶紧放令或者是解除路跨8米的限制，迈开3年到5年的全面检讨。不过，都法局针对南西商圈提出解套，互店家依法办理社区参与了后进行立管评点，若是有违反噪音、油烟、粪扫等等的自律规范，1年内底提3点就会裁罚。部分的店家是没有办法进行纳入管理，我们一定会来协助并且辅导，让他们尽量的符合各方的条件，可以留在中山商圈。也拿北风社的问题，都法局检管科表示，有原来按照法规处理，不过会提供协助。亲像南西商圈这款的主体区商圈化的，还有东区、5分埔，伫台北市大约有20外个。协会希望会当照南西商圈的案例来带头，互市府通较全面来面对商圈发展的议题。记者综合报道。劳工的工作权是有受到职安法的保障，不过大部分的公务人员是拢总无适用。有民间团体今是去到立法院头前陈情，讲职安法就应该包括公务人员，尤其是高风险的警察、消防加司法人员，保护公务人员的工作权益。纵然消防员得到了职安了，那我们要问的是，那警察呢？书记官呢？狱政管理员呢？或者是广大的一般公务员呢？去年屏东民用工厂大火造成4个消防人员殉职，引起各界关注消防人员工作权。行政院今年6月提出消防法修正草案，增加安全卫生防护专章，但是民间团体指出，其他大部分的公务人员虽然无适用，是差别太巨。这是百工百业都可以适用职业安全法的时候。我们在台湾少数的这些公务人员，居然要因为我们的身份而无法适用职业安全卫生法，甚至在这些公部门的职业当中，有一些单位是已经可以适用职业安全法、卫生法了，所以一再的去凸显说，我们的国家其实是选择性的在给予明明是人权的这个职业安全。民团表示，公务人员参一般的劳工同款，都有职业安全风险。搁较免讲是风险搁较悬的警消、加人员甲长工时的法官等等，这寡人大部分拢无适用保障劳工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因诉求修正职安法，甲公务人员也列入适用范围。殉职的事件之后，大家才开始反省说，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要改善。但是如果都是要等到有人死了，我们才开始思考说要不要改善，明明就可以，我们在事先就，例如说有事故的时候，我们就调查厘清，那我们可以事先把它预防。民团讲，今年到达已经有警消人员、司法人员、甲政人员，技术因为各种职业安全问题离开世间，因呼吁公务人员也应该适用职业安全卫生法。民团未来打算邀请3党的立法委员，还有行政院相关部会沟通，表达基层人员的诉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大学分发今仔放榜，今年因为招生名额比去年佫减少超过5000人，所以欠额嘛比去年减少要4000人，这录取率就超过94%，录取率甲欠额拢是最近这3年以来上界低。大学考试分发委员会15举行记者会，公布这届大考统计结果。受到招生总名额比去年减超过5000人的影响，今年学校开放招生煞招无甜的，有31间学校，也有2505个名额无人来读。这届登记的人数是37069个人，总录取的人数是35076个人，录取率是94.62%。分发后缺额有2505人。较去年减少了3959名，这是近3年来
那个缺额最低的一次。这届大考拢总有31间学校有招生招无定的情形，其实实践、中营、甲大业等6间私立学校，拢超过200个名额无学生来读，上济是实践296个名额。委员会表示，工程甲资讯学群要是较受欢迎的，也若文书甲体学等招生招袂定的情形，要是甲往年差不多。不担心啦哦，大概就是也是一样，跟往年一样，大概就是趋近于一个稳定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我们学校在那个开始的时候有几乎是挂零嘛，这是其实那个名额都补满了。另外，这届东华大学有97个名额无人读，台东大学有40个名额。有人质疑讲，敢是受到地动的影响？从三个来看，就是第一个学生的一个喜好度，第二个就是在这一个学校的一个地区性以及学校办学的一个特性啦，不会去跟这一个自然的这一个灾害有任何的一个推入。委员会提醒考生，为15开始提供分发结果说明的系统，让考生来查因填的志愿，也有无录取的原因。考生若是有疑虑，伫19进前会当申请复查，会统一伫2日公布复查的结果。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想要紧来看泰国总理赛塔，因为今年4月任用有乌西案底律师来做官，如今去予宪法法院认定违宪，去掉总理的职务，副总理会暂代职务。8月16选出新的总理。ตุลาการศาลรัฐธรรมนูญเสียงข้างมาก5-4 วินิจฉัยว่าความเป็นรัฐมนตรีของผู้ถูกร้องที่1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สิ้นสุดลงเฉพาะตัวตามรัฐธรรมนูญมาตรา170 วรรค 1 อนุ 4泰国宪法法庭就是做一个裁决，解除总理赛塔职务，理由是赛塔今年4月进行内阁改组，任命较早效力前总理戴克辛的律师皮奇担任总理办公室部长。皮奇2008年伫一件土地收购案内底，以律师的身份想要用200万泰铢乌西法官，互人判藐视法庭入监6个月。有40个前参议员向宪法法庭请愿，要求裁定赛塔甲皮奇是不是适任。皮奇已经请示落台，宪法法庭是裁定赛塔违宪并改制。ผมเสียใจตรงที่ว่าผมจะถูกออกไปว่าเป็นนายกที่ไม่มีจริยธรรมซึ่งผมก็ยืนยันนะครับในตัวตนของผมคิดว่าผมไม่ใช่บุคคลอย่างนั้นนะครับแต่ก็อย่างที่บอกครับก็ต้องท่านตัดสินมาแล้วเป็นตุลาการที่มีความรู้มีความสามารถท่านตัดสินมาผมก็น้อมรับครับ所来由副总理兼商务部长蒲谭做代理总理，各地16月选出新总理。不过泰国民众普遍对赛塔互人改制无意外，因为伊上任了后并无履行伊的政见，嘛认为这只是泰国垃圾政治的一个把戏。ในส่วนที่จะยุบคณะรัฐมนตรีและนายกคนต่อไปผมคิดว่าประชาชนคนไทยทั่ว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รู้อยู่แล้วครับว่าใครจะได้เป็นนายกคนต่อไปซึ่งมันเป็นเกมของการเมือง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ที่เป็นการเมืองที่สกปรกมาก根据规定，泰国新总理要为去年国会选举中，互人列做总理候选人内底人选选出来，目前差不多有6个人。这其中包括前总理帕拉育。泰国国会众议院目前有493议员，新总理必须得到超过一半，也就是247票的支持。这是宪法法庭伫初7以冒犯君主罪理由解散前进党了后，一礼拜内所做的第2件重大裁决，引起泰国政局的不安。美国国务院是表示，期待泰国的政府权力会当和平转移，并强调美泰联盟的友好关系承诺无改变。公司新闻田伟仁编译。若讲到世界文化遗产大石阵是出名的观光景点，英国上线研究发现，伫咧大石阵正中央的这粒祭坛石是来自苏格兰的东北部，离这个所在是有超过740公里。到底古早人是用什么方法把这个大石运来这的？犹原是一个世界谜团。伫英格兰西南部的大石阵差不多有5000年的历史，因为特别的排列方式加神秘的建筑目的，当年拢吸引超过100万的游客来参观。1986年，原来互联合国列做世界文化遗产，
较早学者记忆，这个大石阵中心的这段石是为威尔斯西南部来。按过详细的分析所指出，这块重量6吨的大石头来源是苏格兰东北部700多公里远的所在，甚至有可能是为外海的谢德兰群岛来。And for the Altar Stone, we can say that we're greater than 95% confident that the Altar Stone matches the Orcadian Basin in terms of provenance. 这项上新的研究结果刊登伫14个自然期刊，因为大石阵无互人稳准开挖破坏，或者是采用较早考古挖掘的砂岩碎片来做分析，透过成分内底油甲盐的比例，计算岩石年纪较悬的产地。研究人员的下一步是要找到这段石伫奥卡迪亚盆地确实的原来位置。We know roughly the area. It's a big area, the Orcadian Basin, where this comes from. Where exactly in that region did it come from? Is it from the mainland? Is it from one of the islands? 这项研究结果嘛带来较侪疑问，目前也是无法度解说伫无高速公路甲先进的运输科技的年代，这么大粒的石头是安怎为真远的苏格兰搬运到英国南部？到即嘛，大石阵也是新研究甲德鲁伊教上界重要的朝圣地。当年教徒聚集伫这个所在祈祷、静坐加庆祝节日。公司新闻牛眼编译。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讲，非洲 M 豆疫情已经出现变种病毒，来做上关卡的这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伫咧疫情上严重的港国，今年就已经有超过14000例，有524人死亡。咱台湾顶礼拜嘛先增加5例 M 豆的本土例。M 豆疫情伫非洲真侪国家流行，也出现新的变种病毒。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自公告发生的疫情已经变做国际关心的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The detection and rapid spread of a new clade of Mpox in eastern DRC, its detection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that had not previously reported Mpox, and the potential for further spread within Africa and beyond is very worrying. 这是 WHO 发的相关级别的警示。M 豆已经叫做狗豆，是由感染病毒的动物传予人了造成的传染性疾病，会因为身体亲密接触，伫人甲人之间传染。WHO 讲，自2022年1月到8月初时，非洲总共有38000多例，造成1456人死亡，已经传到真侪国家，特别是刚果、边爱、普隆地、肯亚、卢安达加乌干达。Ce que nous redoutons, c'est que lorsque les investigations ne se font pas correctement et qu'il n'y a pas un suivi des contacts des cas qui sont confirmés, ça c'est un grand défi que nous avons et nous espérons que, surtout dans les camps, il faudra voir comment organiser le suivi des contacts avec les RECO et les leaders communautaires. 疫情上严重的刚果，今年甲单已经通报超过14000件 M 豆病例，甲524例死亡。WHO 讲，矮型病毒的分支是造成这边刚果疫情爆发的原因。囡仔敢若是特别容易受感染。伫这嘛库存的疫苗有50万剂，到年底还会当另外生产240万剂，将会优先提供给刚果甲奈及利亚。因那台湾伫顶礼拜是新增加5例 M 豆本土病例，拢是本国这个少年男性，到伫北部甲南部发病的日子是伫咧7月29到8月初时，因为皮疹、扑拍、肚囊等症状，经过医生评估了采检通报，其中4例无做过 M 豆疫苗。疾管署表示，会密切监测发展的趋势，无排除会有关旅游疫情境界。按算伫10个月进一步对外说明台湾应用的防疫作为。公司新闻张伟林、张建光编译。讲到凯美风台内，这宜兰的部分地区冒淹水，宜兰县的新计划就去查到县政府正经开钱去几下砖头设淹水感应器，所有9成拢唔捌弹过，等于是讲拢设伫咧未淹水的所在。颠倒是一寡无实的传真，常在咧淹，讲这设的地点就应该爱检讨。宜兰宜山七现象，即个因为凯美风台淹水，非常加固进地水底造成损失。淹水警示的问题引起关注。根据新计划的调查，县府甲淹水的监测器设置伫80个所在，到去年底为止，有9成前到大无检测到淹水，而且部分并无设置监测器的村里有通报淹水的记录，设置的地点也要检讨。有出来。移动式抽水机嘛，也都有功能。县府讲，即个凯美风台淹水监测器拢有发挥作用，便若有淹水，就会随通报咱的群组。
通知相关单位处理。过去无检测到饮水的情形，是因为最近这几年洪灾较少所致。不过有民代认为讲，关户设置饮水检测器的地点，应该互村里长或者是民代知影，而且咨询地方的意见，才当知影设置的地点敢受套动。正确的所在，要提供互阮这民意代表村里长了解，设置的地点要适当，安尼才有迄个功效，才有迄个再展现出来。西北或者是这5、6年来期间，那这些感测器的位置，事实上也都是没有问题。因为事实上这几年没有台风或者大的一个致灾的一个台风的豪雨。另外，新计嘛指出，宜兰县饮水检测辅助摄影系统，过1月份有效的日数较低，过1天影像的回传率嘛无到90%。县府讲饮水检测器设置的地点，未来会继续检讨。因为摄影系统有效日数较低的问题，目前已经完成改善。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中雾峰的树德路甲大溪东路有一座景观桥，却民众讲这桥条做甲修出来，常常就车去弄着出车祸。这摆就是阁有一台轿车要闪车，结果去弄着护栏。交通局是表示，已经是伫遐信息经过顶，后续卖派人去检讨改善。监视器翕到2台轿车伫即个路口当要小闪车，白色的车辆哪像为着要闪桥墩，占着对向的车道，互对向的车未互闪，全弄着正边的护栏，规台车变过去，加在驾驶敢若轻伤。驾驶双脚擦挫伤，无酒驾情事，详细肇事原因由交通警察大队进行分析研判。事故发生伫8月12中昼的时阵，地点伫台中市雾峰区大溪东路甲树德路口。等来到现场，青色的景观桥桥墩拖出来到大溪东路顶头，占着车道。当地人讲，毋但造成树德路倒弯的车辆得爱弯90度，嘛造成这个路口常常有车祸。这里到那里应该是直线平行，你为什么还要绕一个转弯呢？当然是有较危险啊！你小闪的人，伫迄边要来，迄边要过。拢安尼插安尼啦。透过驾驶的视角来看，车辆沿大溪东路经过树德路口的时阵，就要小可偏倒边来闪过桥墩，毋过会影响到对向的来车，造成小闪车困难。根据警方的统计，这个路口今年到8月已经发生8件车祸，其中6件有人受伤，市府当然建议改善。该路口因桥梁结构位于路口处，故路口范围变狭，行车动线较为受限。本局将会再分析该路口近年来的事故原因。交通局表示，景观桥已经有20档的历史，不过这个路口真矮，卡路无好。除了已经设交通灯号，也会甲相关单位来会勘研究改善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凤山的文西街附近是拢是透天的社区，所以因为顶仔卡袂使停车，这住户只好甲车拢停伫路边，嘛造成讲这粪扫车甲消防车拢驶袂入去。上惊的就是万一若出意外，这损失恐惊是真惨重。民众嘛望讲政府会当赶紧修法，互因上无伫家己厝头前的顶仔卡嘛会使停车。粪扫车拄我入去文西街，煞袂过，因为路边停几若台车，若搁挖，恐惊会压着别人车。若粪扫车、消防车是要转挖，都有困难。高雄凤山文西街是透天厝社区，路边拢装车，有民众烦恼阻碍交通，甲车停伫家己的顶仔卡，煞随风开单。这就我们自己的地方，为什么不能停车啊？顶仔卡依法袂使停车，毋过8米宽的文西街两边停车了后，敢若剩4公尺会当通行。若影响粪扫车出入，万一火烧厝，嘛可能挨着救灾。民代甲当地的里长李明8月15做伙发声，希望放令顶仔卡停车的规定。环保车、垃圾车各不能开，所以这种法令哦，是造成地方一个很大的困扰。骑楼如果保留人行空间后，那各地方政府可以因地制宜，公告骑楼停车得劝导免予举发的区域、时段或期间。不过由于骑楼的长度通常没办法满足汽车停放的需求，那所以各地方政府均未公告。虽然市府有建议敢要开放部分顶仔卡停车，不过因为道交条例禁止顶仔卡停车，就算地方的民代修订相关驻地条例，嘛真难解决问题。开放汽车的停放，但是可以限制它的巷道路幅宽度，来重新定制
这个立法的条件，这样才有办法真正保障社区型的居民他们的停车权利。民代指出，中南部有侪旧社区的顶仔较少人行，所有停车的困境，呼吁中央适当修法，依照车路使用状况分站管理，避免细条巷仔出现相像的交通困境。记者高雄报道。493花莲大地震，因为台北线长路受损，台鲁阁国家公园路线的客运拢无法度出入，无观光客在附近的船只嘛拢无成立。县政府目前已经去协调客运业者加开一条新城老街路线，希望当加减救到当地观光。这是花莲新城老街，经过闹热的场景，伫4月初3大地震了后，因为苏花公路甲中华公路长期游客着大减少，出名的店头门口口无人排队，产业有偌惨，在地店头甲客运司机上知影。连暑假的1成都没有吧，人非常少。其实所有的商家都有感觉到啊，应该是比疫情还惨吧。这个像这个只到太管处而已啊，区间车啊，1天大概2、3个。为着让老街观光活过来，花莲县府甲客运沟通，7万新的一条302A 新城老街宽线路线，8月15试行，也希望提供给在地居民更加方便的公共运输。那这条路线呢，它有绕行的这个新城的老街，以及照顾了这个新城地方基本民行的需求，所以我们采了这个北环线跟南环线。那北环线是往老街的方向，南环线是往3站的方向。阳南关底302客运目前敢若会当驶到太管厝台地，台北线中环路段搁咧抢修，所以各口到大武岭的路段搁咧管制。即马开放北线区域，敢若合环线、基内甲南湖线域。对灾损比较轻微的部分，譬如说太鲁阁游客中心跟长春池，那这个部分我们计划在2024年年底，在安全无虞的原则以下呢，会完成局部开放。不过，有民众指出，新的302A 路线范围详细，无法度吸引伫市区的游客来。另外，公车站的资讯也未更新，新路线敢会当予老街观光活过来，可能该加强宣传。记者综合报道。环保团体绿色和平早起是穿有印粪扫伞的衫来到行政院头前抗议，讲即马各县市的粪扫是愈来愈多，要招议长做伙来去买粪扫伞，要求讲明年粪扫源头减量的预算就应该爱增加。行动者穿代表粪扫伞的服装，徛伫咧行政院头前，规身躯拢是粪扫，代表国内有未少所在粪扫电杆仔伞形成新百万。虽然环境部编预算要升级分化路等尾端的处理，大概是有17.7亿，不过源头减量的预算煞干那8000万，严重无够，相差了22倍。这样子本末倒置，重焚化、轻源头减量，现在甚至累积在全台有100处垃圾占置场这样子的问题。环团不满，要互粪扫减量，就要禁止用一届就断掉的物件，推广用循环杯等等的措施。而且佫质疑讲，投入遐尼侪经费来去分化路，粪扫有关是哪来哪济？再去行政院嘛派出官员来观察，环境部解释讲，源头减量的经费分散伫咧真侪项目，实际金额并无遐尼少，明年会继续增加。其实我们在112年我们大概编列了1.2亿的源头减量的计划的经费，好，那我们也会在114年提高到2.76亿。不过环保团体对这款答案并无满意，摕一张邀请批邀请院长去背粪扫伞，希望院长实际去看粪扫伞，了解问题的严重性。环境部长潘启明透早嘛伫咧面册表示，目前粪扫伞正咧减少，对53搭减少到48搭，减少要10万吨。另外，嘛会设监控平台，引进红外线热相仪，用 AI 来分析判断火灾发生进前反常的状况，优先处理环境敏感地区的暗台场，亲像是集水区。记者综合报道。有真侪阿公阿嬷因为较早细汉的环境无好，无法度读册学写字，嘛造成讲即马生活有真侪无方便。红岛老人福利基金会就设计出一款双语的课本，来甲长辈写台文字甲华语字，会当做伙来学。
这阵时代甲鉛笔壳啊摆伫桌顶，那回答老师的问题，那学写字。特别的是，台顶的老师除了会教阿公阿嬷写华语字以外，因嘛会教因写台文字，互这阵敢若会晓讲台语的老大人，感觉台文字足亲切的，嘛足好理解。毋捌字啊，想讲要学写字安尼啦。你讲台语，啊，你写这台语字，对你来讲是不是较好理解？嘿，较知影啦，较知影啊！你即摆若去车头要去倒，啊，咱就知影讲即字是啥物，啊，就行往倒去。写字读书啦，因为我们即久拢无学笔啦，啊，来遮才学牙笔，学画图。啊，甲即款阿嬷大家相处了真快乐。社工老师表示，据点有1/3的老大人是完全毋捌字的，因毋知影家己的名，看无菜单，更加无法度认地名，坐火车、坐捷运、四过去佚佗，生活是真无方便。弘道基金会表示，考虑到有8成的老大人敢若听有台语，因才会设计双语的课本，台语字、华语字斗阵来学。因为咱遮的阿嬷啊。有8成的阿嬷拢是讲台语为主，啊，其他2成的长辈拢是讲国语，所以咱有教国语甲台语，互因知影安尼，啊，伊嘛较有法度去理解咱的教啥，啊，嘛较贴近伊的生活。弘道基金会表示，课程结束了后，因会出作业，互阿公阿嬷回去写。除了会当互时代学写字以外，真侪孙仔嘛会对时代做伙学台文字、学讲台语。除了会当增加囝孙仔之间的互动，阁会当传承母语，会当讲是1减2高。记者陈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卫福部中华老人养护中心拢会举办老幼共学营队，安排不同的课程，让长辈甲囡仔人会当做伙完成。希望透过营队增加时代甲少年辈的互动，减少无共世代距离。时代甲囡仔同齐做鸡卵糕，有人负责拿米粉，有人负责洗碗。卫福部中华老人养护中心2022年开始，便拿校管校内拢会举办老幼共学营，安排无同的课程，互时代甲囡仔人做伙完成。寒假、暑假拢来参加安尼，阮真欢喜。即摆囡仔真活泼，啊，感觉大家安尼斗阵吼，咱的心情就真好。虽然他们手脚或是坐轮椅，然后行动不太方便，但是他们还是很认真的去完成每一件事情，这是我觉得很值得学习的特色。养护中心表示，这个时段大部分的时间拢待伫机构，透过共学营会当增加甲少年辈的互动，扣我无共世代的距离。搭配甲长辈一起上课的内容，比如讲长辈有一寡画图啦，各一寡简单的运动的课程啊，这主要是为着讲，因为阮这是一个老人的机构嘛，那我希望有各个少年的成员来刺激咱这些长辈啦。带孙来遮互体会，这一寡老人需要人服务。后摆伊若是讲日路的啦，是拄着啥，会当去共服务一下安尼。俗语讲，老人唔讲古，少年唔八宝。养护中心表示，老幼共学唔那是制造机会，互囡仔人去接近长辈，时代伫煮食、添衫、生活顶面分享经验，嘛是知识的传承。因为时代都是囡仔上好的老师。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伫咧玻利维亚有一间流浪狗收容所，遮大多数嘛拢是较老的流浪狗，望因伫咧生命的最后，嘛会当感受到人世间的爱。伫咧收容所内面有真侪只大型狗，伫咧子宫后壁，袂着一直海。一个狗伫咧子宫挖进收容所内面的铁网仔时阵，至子宫下面。伫咧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的首都拉巴斯，有一间流浪狗收容所，是起伫咧当地咱车站的边啊，互流浪狗有一个温馨的家。Porque muchos de los perritos vivían aquí en Estación Central, como les digo, desde antes de la creación del teleférico. ¿Ya? Muchos de ellos son octogenarios, muchos de nuestros viejitos. Entonces, para que no surjan problemas con los usuarios, hemos creado este espacio gracias al apoyo del teleférico que nos ha cedido el espacio. 收容所内面的流浪狗大部分年纪拢真大。负责人阿拉康认为，伫路的出现流浪狗是人类的责任，狗应该是家庭的一份子。不过，这寡流浪狗无所在通住，一直拢无法度找到适合的家庭，所以为狗准备衫、铁道米甲面床，并且由志工照顾因的三顿甲生活陪因耍，希望互这寡流浪狗感觉这就是因的家。Que sirven, no son valiosos por sí mismos, por su vida, por aportar algo más, ¿no?
Pero la gente que convivimos con los perritos creo que sabemos que son más, ¿no? Que son parte de la familia. Sería lindo, por eso estamos luchando también. Y hay países latinoamericanos donde ya se está introduciendo el concepto de la familia multiespecie. 伫個倡導動物權利的律師穆諾茲，甲厝邊最近收養一隻流浪狗，並且指伫個玻利維亞實施的第239號市政法，將其推送，將流浪狗當作社區狗，若是當有家己的類別，抑閣受到法律的認可，並且由地區或者是社區內面的大部分人共同照顧，成做另類大家庭的一份子。公司新聞陳思東編輯。下晡報天氣車款來看詳細資料。北部地區29度到33度，中部地區29度到33度，南部地區29度到33度，東部地區29度到33度。外島地區28度到33度，個未來3天的氣象。感謝你收看公視台記台下晡新聞，我是陳志堅，咱明仔載下晡3點，咱再會。Thank you.